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8月2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到16节，约翰福音15章16节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竞选。什么样选呢？怎样选？电视有一个广告是食品罐头的广告，伊安尼讲电脑嘛会当种土豆哦。其实这个广告的目的是要来强调，是电脑选的品质更较好。那好产亲像一个品质的保证同款。基督徒的性命品质并不是用电脑选的。但是咱知影这个品质需要的要求是悬的，好像亲像上帝同款安尼吼。若无的时阵，就无法度通过上帝品质的检验。亲像先知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、16节所讲的话，上帝安尼讲：即阵我要徛起来，要高举家己，显明我的大气力。恁怀孕的是粗糠，生产的是麦谷。我的气要拿火吞灭恁。万民会互火烧甲变做石火，亲像站起来的刺皮互火烧灭。恁伫远远的人着听我所做的事，恁伫近近的人着承认我的大能。涉案的罪人拢惊吓，无敬虔的人皮皮喘，因讲。咱减有人会当甲吞灭的火徛起，减有人会当甲永远袂花的火做伙大，遐会行为公义、讲话正直、厌恶欺压得来的财利，摇手拒绝保罗，趁耳孔毋听害人的计谋，目睭无看邪恶，这款的人会住伫悬的所在，用山岩的堡垒做伊的避难所，绵牛供给充足，水源不断。通过品质的鉴定，考验信用性命，就要得到安全、稳当、无有烦恼的性命保证。一人会讲，我则无爱选基督教信仰呢，有足侪的要求甲限制。这个话讲到一半，无毋对有真侪的要求甲限制。但是基督徒的性命并毋是咱会当选的。以前定听一寡前辈的牧师娘分享啦吼。因有一寡人有一寡共同点，就是当因决志讲我则无爱叫牧师做牧师娘呢，通常啦，就会叫上帝来呼召，正做牧师娘。要来喊军队上帝，嘛毋是伊家己会选择的，是上帝拣选伊。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5章16节到25节，伊的教导甲提醒就非常清楚。伊讲，毋是恁拣选我，是我拣选恁，这任命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。安尼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什么，伊会互恁。这是我互恁的命令。
恁着彼此相疼。世间人若怨恨恁，着知因怨恨恁以前先怨恨我。恁若属伫即世间，世间人会看恁做家己的人，甲恁疼。不过我已经对世间甲恁竞选出来，恁毋是属伫即世间，因为安尼世间人怨恨恁。就会记得我甲恁讲的话，仆人袂比主人较大。世间人若迫害我，嘛会迫害恁。因若遵守我的话，嘛会遵守恁的话。不过为着我会因顾因会对恁做这个隆重的代志，因为因毋捌找我来迄位。我若无来，无甲因讲，因就无做。不过因现在无法度为着家己会做辩解。怨恨我的人，嘛怨恨我的爸。我伫因中间若无做别人毋捌做的代志，因就无做。现在因有看到我的所做，犹旧怨恨我甲我的爸。这是要实现因的律法所记载的话，因无缘无故怨恨我。咱应该爱知，当上帝要竞选呼召一个人的时阵，人就算要走嘛走袂去。先知约拿就是一个非常明白的典范。无论咱对倒位去，秘伫倒位，上帝拢知。伊所要竞选的，咱就拢走袂去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每日若念若想，你的诫命不是伫我的身边，我比我的对敌更较有智慧。我比拢总的先生更较通达，因为我若念若想你的假事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无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的喙内比蜜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愿意降服上帝的竞选甲呼召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互主来使用，成做用心益人的祝福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